揭曉啦，就係最後一首嘅得獎歌曲係《女人的弱點》，作曲 Chucky and Oscar， 填詞潘源良，編曲 Tom Haynes， 監製 Terry Chan、Sadia、柏顧昌，主唱葉倩文，有請 Sally。葉倩文。喂。好啦，喺呢個時候咧，有啲想問一問你嘅。嗱，呢隻歌《女人的弱點》啊，叫做。咁啊，而家有幅圖，有個女人喺度嘅，麻煩你可唔可以圈出3個你認為係女人嘅弱點啊啦？即係你圈出3個女人的弱點，你認為係嘅。女人嘅弱點喺呢度啊！呢個就係女人嘅點。你圈落女人嗰度。誒，睇下葉倩文眼中嘅女人的弱點喺邊度先？呢度啦。隻腳，仲有咧3個。呢度啦。哦，呢個下圍，仲有咧？呢度啦。個腦點解咧？點解咧？唔係個腦嘅頭髮啊，頭髮。頭髮啦。嚇。點解呢度咧？呢度啊。因為有時。有時啲座位太大啊！哦，點解隻腳板咧又？腳有時腳都太大啊！啊，腳板太大。好似我嘅太大啊！不過如果唔大嘅仔咧，就企唔穩定啊！有。咁麻煩啦，葉倩文出去同我哋唱一唱弱點出嚟啦，好唔好啊？唱曬呢3點。我開住音樂先啊，俾我企定先。等埋你嘅，唔使急。喺呢個時候就欣賞下葉倩文唱我哋今日入選嘅最後一隻金曲《女人的弱點》。唔該，葉倩文。再見，我要過我每一天，心中偏偏反覆想起過去每一點。明明分開之後，為何還要思思念念？不肯相信已步遠，還望轉身當即可相見眼前。你再見我，你再見我，與你再相戀，心中清楚，心中早知再愛更辛酸。然而剪輯不斷，任誰來理都一樣亂。誰又要永遠？但求愛再算，縱使這一生只可以苦戀。原來對你愛得深，早已變了極端，難憑理智去解開是情。原來每個女人都總有某個弱點，明明抗拒結果心又軟。Don't be sad girl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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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
每個女人都總有某個弱點，明明抗拒結果心又軟。恭喜晒葉倩文，恭喜晒！咁咧12首嘅得獎歌曲咧，完全咧已經宣佈晒啦喎。今日咧，其實啲歌星們咁開心咧，其實咧都要多謝啲 fans 們嘅支持，應該俾翻個獎佢哋就啱啦，係係啦。啦，好啊！但係我哋手上有好多個毛公仔嘅喎，係咪啊？好，我哋送晒俾咁多位 fans 好唔好啊？啊，準備啦，1、2、3。哇！公仔已經送晒出去啦，陣間啲歌星們會將自己抌埋出去啦，攞埋係。好空洞喎！嗱咁啊，首先咧，再次恭喜咁多位得獎嘅歌手啦，同埋咧我哋咧呢一個1994嘅年嘅勁歌金曲第一個季選圓滿結束啦！咁啊，再次多謝咧就現場觀同埋家庭觀眾嘅支持啦，同埋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咧咁努力㗎。咁我哋期待住就係1994年第二季勁歌金曲嘅季選嘅。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係，咁我哋下個星期六勁歌金曲再見，拜拜。